屏东东港这个渔船风兴渔号姓陈的船长甲2名印尼籍的渔工，车衫透早为东港出港要掠鱼啊！伫五乱片西平海差不多是18.5海里了后，都无信号啊，已经失联，加速时间着急。 拜托县政府斗找人，船长因老母接受访问的时，目屎四淋水。啊，即嘛有好消息啦！海巡署今日呢透早呢扩大找船的范围了，中昼伫鸟片头西南边45海里的所在，找到这台渔船，随由这个巡河7号陪伴伊回航。 屏东东港礁风兴渔号到伫咧3号花莲大地东，迄天下昼8点多出海掠鱼遐，煞无消无息，互家属是解着起。海巡人员下昼搁一摆出海找人。10月8号，然后8点25分。 本艇位置猫鼻头外5海里。姓陈船长的查囝嘛无放弃任何机会，虽然一直打电话给爸爸无人接，不过相信生命只是的，是因为渔船的机器走逝才会失联。不过船长的老爸老母嘛是真烦恼，若讲到艰苦的所在，目屎就插插滴。我想着看囝讲的，使出港的无命呢。我着讲是囝去花莲着吼，再管哦无信号。 我隔工哦，讲哦，也无搁敲转来我口，就拢袂通啊，讲无信号啊啦，安尼我就有一个怀疑啊。伫位市府柜下昼甲家属讲，即马搜救正途，嘛讲到船只信号有时有通，有时搁袂通，不过位置大概知影，爱家属莫烦恼。在第一时间，县政府的周县长我们就紧急联络了我们的海巡单位跟国搜中心，分别派出船舰跟直升机，已经到附近的海域在搜寻，直到目前早上掌握到的最新状况这艘船只是往菲律宾的方向在行驶。现阶段，恒春海巡队和高雄海巡队除了针对管辖的海域走找，中华船港是伫咧东南海域、安顺号7号或者西南海域，而且经过透早一步的时间走找，嘛伫咧鸟皮头西南边45海里的所在，发现风兴号渔船下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